啊，现在是没开风扇的，那个烟尘滚滚，好，可以按一下。哎，可以下去哦，这个可以，之前测的那种也可以。前面还是有点猛，那个是不是不集中？那现在是没开风扇的，有烟的。好，开风扇。这个可以，它吸进去，然后那个烟呢，上面有过滤的，从这里排出去的，真的没有烟。好，关。关掉风扇了，那个烟就起来了。好，开。好了，谢谢。